有天主教媒体报道讲，友邦教廷最近几日改公开美化中国形象，这教宗本这个也积极推动两边的对话，将有可能是这教宗为着要实现访问中国的目标，出来牺牲含台湾的邦交。但是外交部长林佳龙就表示，会尽全力维持台湾含教廷也个天主教会关系。这些文物如果没有被看见它的价值就没有办法彰显。部长林佳龙代表外交部关10件文物给故宫，而且宣布后续会阁关9件，因为这个文物唔那是专别的资产，嘛真有意义。像这个明朝嘉靖时期的徽碗，都见证咱国捌甲德国建交的历史。贴纸上面写的德文“中华民国驻柏林大使馆100号”。其实外交部有100多件艺术收藏。林佳龙讲，文化外交是真重要。希望这个文物去到故宫了后，会当运用伫展览、研究甲教学，协助台湾走向世界，嘛要稳定邦交国。不过有天主教媒体报道指出，咱国友邦教廷最近几啊届公开美化中国的形象，教宗方济各嘛积极推动梵蒂冈甲中国对话，推测教宗会为着要实现访问中国的目标，牺牲甲台湾的邦交。针对这点，林佳龙讲，会全力维持台湾甲教廷也有天主教会的关系。我们密切关注教廷跟中国的互动不过我们也呢很密切的跟教廷合作，宗教自由还有这些人道的关怀上有非常多的交流，20-30万的一个信仰者这个也是我们推动外交最坚实的后盾。到大陆去，这是教宗从来没有掩饰过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愿望那么至于说会不会因此就牺牲台湾，我觉得教廷要跟大陆建交，有很多问题要克服根本理由就是大陆对宗教是控制非常严格。正主教廷大使杜德生指出，中国有3000万的天主教徒，所以历任的教宗拢希望改善甲中国的关系。不过，在中国放任对宗教的管制进前，中国甲梵蒂冈的关系恐惊真恶有实质的进展。记者综合报道。